目前科網時段當中，到底科網當中的一個技術層面如何走動？美股方面又會有什麼樣的一個估值重置呢？今天呢，為大家邀請到我們電話線上的嘉賓，將會跟大家繼續進行相關的一個分享。同時呢，為大家主持呢是我主持人明正。同時電話線上有我們的一方資本組合經理王逸研 Isaac。Hello Isaac， 你好。你好，明明，大家好。Hello， 今天呢，我們剛剛就跟專家朋友們在聊到啊，現在目前港股上升的幅度非常的厲害啊，像今天呢，國泰方面就因為他們是這個虛擬的一些的貨幣的一個交易中心啊，所以大家又覺得呢，可以大放特放他們的資金啊進去裏面啊保一保。但是當然了，這樣的一個我們說賽道呢，其實並不長久啊，更長久呢，可能大家就會想去一些傳統賽道上面。美股方面其實炒了很長時間，就是關於一些的機器人，關於一些的人工智能等等，其實現在對於 AI 跟汽車方面的一個結合，很多人都非常的習慣。再加上最近其實 Robot Taxi 這件事情，非常多人去討論。前一段時間帶旺了 Tesla， 帶旺了小馬，而且在隔夜我們看到呢，小馬方面呢已經大漲了7%。目前盤前呢，我們看到哇，也漲了9.9%啊，剛剛看還是7%呢。現在漲幅那麼的厲害，您個人呢看好 Robot Taxi 跟他們整體行業方面的一個技術層面嗎？能夠撐得起這麼大的估值嗎？係，我諗即係啱啱過去嗰個週末，呢一個 Tesla 嗰個 Robotaxi 嘅試行係大家即係萬眾矚目，因為即係佢即係講咗咁耐，即係呢個差唔多係一個10年嘅一個 venture 啊嘛，由15年開始，即係理論上呢一個 FSD 個全名係Full Self-Driving 啊嘛，咁當然佢歷經咗即係15年推送嘅第一代，去到即係舊年嘅嗰個 FSD 12同埋今年嘅 FSD 13。咁其實我諗即係去到 FSD 12或者而家13都好，都即係充其量係 L3 或者 L3 Plus 啦，你可以話即係我諗係 L3 至 L4 之間啦，因為即係 Tesla 嘅嗰個自動駕駛嘅優勢在於佢即係如果用喺正常嘅自己嗰啲self own 嘅嗰個車嘅話，咁你基本上喺北美嘅地區，可能美國加拿大咁係比較大嘅面積都可以用到，咁同埋係即係高速公路同埋即係正常鄉間嘅公路啊，或者係即係城市比較即係人流同車流都比較複雜嘅情況，佢都即係相對應付到。咁只係可能喺啲好極端嘅場景底下，即係譬如係落冰雹啊、落雪啊，或者沙塵暴啊、暴風雨啊之類，咁你先至會即係佢哋會提示你話，即係你個人要接管啊，或者係即係正常情況底下嗰個即係 critical intervention 嘅次數都越嚟越少，即係話佢可能即係要越嚟越長嘅公里數先至要一個人去接管咯。咁同埋即係接管嘅時候都唔係話可能以前就會係即係一接管，如果你唔接管，佢可能嗰個已經會出一個好嚴重嘅意外啦，即係傷殘或者甚至致命啦。咁同埋第二就係以前佢提示你要接管嘅時候，佢可能俾你嘅一個應變嘅時間係好短嘅。咁所以即係以前嘅問題其實大啲。咁但係而家我諗大部分情況底下，即係你可能一個正常嘅城市通勤，你由屋企去公司咁樣，可能40分鐘咁基本上嗰個即係越嚟越多人係會依賴一個 FSD 嘅嗰個功能去做。咁所以即係而家佢開始去做 Robotaxi 嘅時候，我諗係即係意味住即係 Tesla 嘅嗰個安全性係可能即係起碼喺佢自己心目中咧，做一步提升啦。咁但係即係我諗今次 Tesla 比較特別嘅地方在於就係第一佢點講啊？佢通常去公布啲新嘅產品，特別係好似咁 Robotaxi 即係首次運營喎。佢呢個咁革命性嘅產品，佢通常會大做文章啊！即係好似佢推出 Optimus 咁樣，咁即係因為理論上 Optimus 其實而家都未開始市售啊，或者係即係最多都係喺Tesla 喺工廠裏面仲係用即係呢個 teleoperation 嘅形式去學習，即係或者同埋加上呢個imitation learning， 即係你嗰個人類嘅遙控員去即係去做唔同嘅嗰個操作，咁然後嗰個機械就從呢個過程去學識點樣去做，即係譬如搬抬啊，或者係將啲電池由一個位移去另一個位啊，呢啲咁嘅操作。咁即係但係即係 Optimus 佢都已經嘥咗好多，即係又搞唔同嘅嗰個發佈會啊，或者係即係定期喺 Twitter 度上面有 po 啲片啊，話即係個機械人又識得各種手部或者係喐嚟喐去嗰啲 local motion 相關嘅好靈活嘅動作。咁但係即係佢今次一個 Robotaxi 真係商業運營嘅時候，佢又冇好大肆宣傳，咁所以呢個比較令我意外位啦。咁同埋即係第二，我諗即係
FSD 13.2都即係 roll out 咗好耐，咁所以佢如果喺好似頭先所講喺全國範圍都做得比較成功嘅話，咁其實我諗即係佢喺有限嘅地區，即係一個即係喺呢個 Austin， 咁然後仲要係一個 geofence 嘅一個形式，即係佢唔係話成個 Austin 佢邊度都去得，佢只係喺即係有限嘅一個區域度係可以去即係搞呢一個的士嘅業務。咁同埋即係第三就係佢鋪開嘅車其實都好少嘅前期，咁而家大概係10至20部到，咁所以我諗就嗰個性能上係即係一如既往地係好強勁啦。咁即係我都睇咗唔少嘅 demo，即係除咗可能係即係遇到啲即係譬如十字路口，佢可能嗰個軚會開始 jitter，即係佢會左右揈嚟揈去，咁但係即係呢個即係睇落比較驚險咯。咁但係即係唔會話令到部車係大規模咁去晃動，咁同埋即係由頭到尾，我諗 Tesla 嘅嗰個人工干預嘅次數都係即係近乎係冇嘅。即係我見，因為佢嗰個始終佢而家 geofence 嗰個區域係比較細一啲嘛，咁所以佢一程車可能都係講緊通常係15至20分鐘左右嘅車程，咁就唔會話出太多嘅意外咯。咁所以即係人類嘅嗰個supervisor 都係坐喺個副駕度，咁然後嗰個乘客就坐喺個後座度咯。咁所以即係我諗嗰個駕駛體驗就唔係即係嗰個乘客嘅體驗就冇乜好即係超乎意料嘅啫。即係當然佢係個實際嘅水平係好高咁，但係同佢之前 FSD 13.2俾大家嗰個印象係差唔多咯。咁同埋即係今次嘅車都係冇即係唔係話一個最完全究極版本嘅嗰個 Robotaxi，即係唔係 Cybercab 嚟嘅。即係佢之前有即係講佢嗰個即係有2個座位，咁然後即得一個 screen，咁然後即係個後座即係冇後座，然後直接變成一個大型嘅行李箱，即係嗰一款全金色嘅嗰個 Cybercab 就而家未開始量產啊嘛。咁所以佢而家即係10至20部嘅嗰啲車就全部都係 Model Y 咯，咁同埋都係冇一個激光雷達嘅嗰個特別處理，即係佢再用翻佢嗰個純視覺嘅部分。咁所以即係個車價比起 Waymo 即係用第三方嘅車，即係講緊可能買 Jaguar 或者係佢而家新嘅車可能會買韓國嘅 Hyundai 啊，或者係買呢一個即係中國嘅 Zeekr 即係極氪。咁個車價本身會平咗好多嘅，咁但係即係始終係買人哋嘅車嘛，所以要有嗰個 margin 嘅一個即係人哋第三方 OEM 嘅嗰個 margin 嗰個影響啦。咁因為始終個量用未係好大嘛，即係 Waymo 而家都係講緊個車隊規模都係幾萬部咁樣嘅水準，咁即係同 Tesla 年產即係幾百萬部嗰個水準都係有，同埋即係同埋係自產自銷同埋即係自己採購咁呢個就個成本，淨係個車嘅嗰個成本都係有啲差距嘅。咁同埋第二就係嗰個 sensor 上即係 Waymo 都係去到最準嘅，即係唔止係用 LiDAR，仲有各式各樣嘅嗰啲超聲波、毫米波嘅雷達，同埋係有冗餘，即係佢唔止係一套，可能係有2套呢一啲咁樣嘅，即係 sensor fusion 嘅嗰個組合。咁即係 Tesla 依然都係8個鏡頭就走天下咁，所以我諗即係嗰個硬件成本上就冇乜好講，即係一定係 Tesla 係可能係1/4或者1/5 off 呢一個 Waymo，咁而嗰個量去鋪開嘅時候，可能就會更加之平咯。咁同埋仲要考慮到一樣嘢就係，即係 Tesla 而家佢喺即係唔知 Tesla 應該咁講，即係再宏觀啲睇就係所有即係近乎所有嘅嗰個即係呢啲中國嘅新能源車廠啦，即係都即係個喺中國或者喺海外市場嘅嗰個競爭都極度激烈啦。咁所以你就算割價都好，其實嗰個 utilization 都依然係即係可能3-4成左右咁。Tesla 我諗都唔例外啦，所以佢特別佢喺中國雖然年頭開始有佢嗰個 Model Y 嗰個換新版咁，但係即係比起嗰個即係實力同埋嗰個價錢上都急起直追嘅嗰個國產廠商，其實都 struggle 得好厲害。咁所以佢係喺一個即係而家依然係喺一個好低 utilization 嘅一個情況，咁就即係所有車廠都係咁。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係會進一步去壓縮佢嗰個未來嘅一個車嘅成本，就係因為即係就好似你譬如一個半導體嘅工廠咁樣，咁你有淡季嘅時候，咁你通常係需要啲 fab filler，即係一啲去填充你個生產線嘅嗰個晶片。咁通常呢一啲咁嘅 fab filler 嗰個俾嘅 wafer pricing 都會平好多啊嘛，就係因為即係你要考慮到嗰個折舊嘅，因為一個工廠最大嘅部分都係嗰個即係儀器設備嘅嗰個折舊。咁所以如果你唔將個產能利潤率
打到即係8成9成咁樣，咁你變相你維持一個好低嘅利用率嘅嗰個即係單個產品嘅嗰個成本就會被攤分到好高咯。咁所以即係我諗 Robotaxi 更加重要就係喺產能即係目前係體系過剩啦嘅情況底下，佢未來可以成為一個好關鍵嘅 factor 咯。因為你以往你賣車，你夾硬生產好多，咁一嚟你嗰啲車要擺喺停車場啦，你有嗰個倉存嘅成本啦，咁同埋有嗰個輿論嘅壓力啦。即係而家 Tesla 即係越嚟越多鋪天蓋地嘅美國嘅嗰個新聞都係講緊，佢係將佢附近嘅即係佢工廠附近嘅啲 parking lot 全部都塞滿晒啊嘛。咁所以即係你喺媒體嘅觀感上就即係非常之唔好啦，因為即係會形成就係話啲車係滯銷啊，咁同埋即係消費者睇完呢啲報告之後就會覺得哦，咁我咪可以即係為人士，即係呢個會加速咗一個惡性循環，就係即係當你越嚟越多車係有好高嘅一個庫存壓力，係需要即係要賣咗啲車佢咁，但係即係消費者就繼續去即係持幣觀望嘅時候，咁呢個其實係即係當然喺唔同嘅線上線下媒體嘅嗰個推波助瀾啦，咁呢個係會即係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咁但係如果你有 Robotaxi 嘅模式去引入咗嘅時候，咁你就可以將呢啲產線嘅嗰個產能就變成係 Robotaxi，咁然後即係同埋嗰個成本下降就反而變咗係一件即係你可以描繪佢變成一件好事咯。即係你以往嘅模式就係你部車。即係如果可能隔6個月已經降價嘅時候，咁你6個月前買嘅嗰啲車主就會即係怨聲載道啦，即係因為你部車本身落地已經會即係打個8折㗎啦嘛，咁然後當你部新車又過咗6個月之後，已經可能有3至4萬嘅嗰個 discount 嘅時候，咁呢個會即係引起即係新嘅車主就更加之持幣觀望咯。咁因為你二手嘅電車又好，或者係新能源車又好，其實嗰個保值率都已經即係每況愈下嘛。即係比起以前燃油車嘅時代，可能有4手5手都唔出奇，同埋嗰個即係用車嘅年期可能通常係10至15年，咁即係或者係嗰個即係嗰個公里數都可以去到10萬 km 或以上嘅。咁而家嘅嗰個電車其實通常可能就算二手或者甚至即二手嘅市場都已經好 struggle 啊！即係所以你會見到之前有個所謂0公里二手車啊咁樣，咁即係去令到啲4S 店有更加大嘅誘因去買車，咁而即係去幫手舒緩嗰個庫存壓力。咁但係即係即係所以見到嗰個產能應用率係嗰個成件事嘅嗰個關鍵咯。咁但係如果你有咗 Robotaxi 嘅模式之後，咁就即係嗰個車價下跌，咁一嚟你可以包裝成為係 promote 呢一個即係自動駕駛，令到佢同呢一啲傳統嘅即係的士或者係即係呢啲傳統嘅有人的士，無論咩嘅動力形式嘅有人的士去競爭啦。咁所以呢一個唔係一個即係基於嗰個財務壓力底下去被逼做一個決策，而係一個即係長遠嘅一個戰略考慮啦，即係可以咁樣去描繪啦。咁同埋即係二嚟係嗰個價格下行嘅，即係車價下行嘅壓力係去咗 Tesla 本身嘛，就唔係俾啲車主去食咗嘛。咁所以即係而 Tesla 可以靠更加低嘅嗰個車價去，即係用長時間嘅嗰個 Robotaxi 嘅服務去，即係回收翻嗰個成本。咁即係呢一個會令到啲車主嘅嗰個，即係 Tesla 一方面打滿咗個利用率。即係可以淡季時候做到 Robotaxi，二嚟又可以即係轉移到嗰個即係企業營銷嗰個壓力。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咯。咁同埋即係你橫向去對比翻，就係即係而家地球上做得比較成功嘅嗰個 Robotaxi 嘅廠家。咁我諗即係都係喺中美啦。咁當然美國嘅 Waymo 係一路都好成功，但係佢嗰個擴張嘅節奏係即係相對慢啦。咁我覺得呢種慢嘅擴張節奏，即係就算佢而家喺即係 San Francisco 或者係即係加州其他嘅嗰個地區，其實佢都唔係話去到100% 嗰個覆蓋率。即係雖然佢由即係由幾年前開始已經開始一個商業化嘅嗰個運營，咁但係佢都冇話成個城市係即係完全去 cover 晒。咁我諗即係譬如一啲即係高速嘅路段啊，或者係機場啊，其實佢都係未包嘅，即係都係要由人類嘅司機去負責呢一啲 critical 嘅嗰個地點。咁我諗個原因就係即係22年嘅時候，呢個 GM 嘅嗰個 Cruise 就即係
有一單嘅一個好嚴重嘅意外，就已經導致佢成個即係自動駕駛的士嘅嗰個業務係停擺㗎，咁就最尾就係 terminate 咗。咁所以我諗即係自動駕駛的士嘅嗰個安全性，即係你唔單止係要比正常嘅司機係好啦，即係呢個我諗即係 on average 已經係比正常嘅人類司機，即係喺佢劃定嘅地區啦，當然係比人類司機係好嘅。咁但係即係你唔止係要好過佢，可能係要好幾倍或者係即係一個數量級可能10倍咁好，咁先至有嗰個持續運營落去嘅嗰個能力咯。如果唔係，即係呢一啲 fat tail 嘅事件一旦發生，其實嗰個輿論風險係好難去壓住，即係同埋即係大家即係似乎都係好難去接受，即係概率上係有機會嗰部車係會忽然失控。咁雖然呢個概率可能係低過正常人嘅1/10，咁但係即係只係正常人嘅一個嘅1/5或者1/10嘅一個發生嘅意外嘅嗰個機率。咁但係即係同埋考慮到你正常人嘅司機，其實你有時可能嗰個司機都會忽然之間可能癲癇啊，或者係佢有即係腦溢血啊，或者各種原因啦，即係佢有各種突發性嘅，譬如佢心絞痛咁樣，咁佢部車其實都會喺人為操控嘅情況底下都會失控嘅。咁但係即係喺呢一個自動駕駛啱啱鋪開嗰個初期，其實嗰個社會對呢啲新嘅事物嘅嗰個接受程度依然好低，即係等於好似即係我哋成日講一個 AI agent 咁樣，咁你譬如一個客服，可能人類嘅客服喺1000單裏面，可能都會有1至2單係會入錯機或者點樣，或者譬如即係你做唔同嘅 trading 嘅業務，你都會有 fat finger 係咪？咁你用 AI 其實可能嗰個出事機會係低好多，咁但係佢你可以形容為 hallucination 或者其他嘅形式，咁但係即係佢喺比較低嘅出錯機會底下，佢都依然會犯錯，咁而即係人就天生對 AI 犯錯就極度敏感，就會被放大檢視。所以我諗即係 Tesla 其實佢即係 Elon Musk 佢多次去強調就係話佢會即係 Austin 即係起步咁，然後可能10至20步開始咁，但係即係去到年尾都可能係幾千步，然後就全美去鋪開咁。咁我諗即係目前睇就唔會咯，即係由佢一開始都冇大肆聲張，我諗都預示咗佢之後都係會比較謹慎地去鋪開咯。咁特別係即係佢之前同呢個 Donald Trump 都個關係都開始緊張，咁所以其實即係輿論上佢嘅嗰個即係冇好似之前咁 favorable 咯，咁所以佢要更加去重視一個安全嘅一個風險咯。咁同埋我諗即係嗰個商業化運營之後，佢有好多種嘅路線係可以行嘅。即係而家佢目前咧，即係當然都係學翻呢個 Waymo 嘅嗰個模式咧，就係即係所有嘅車隊係即係由 Tesla 佢自己去完全去控制。咁但係即係未來會唔會好似 Waymo 咁樣？因為 Waymo 而家係大部分城市佢都係所有車隊佢自己控制啦。咁但係同埋即係連嗰個 TNC 嘅部分都係佢自己控制，即係嗰個配對嘅網絡，即係將司機同乘客去行緊都唔係司機，即係車無人駕駛車同嗰個乘客去配對嘅嗰個 TNC 都係 Waymo 佢自己去提供嘅。咁但係喺某一啲嘅城市，即係譬如即係美國南部嗰啲城市，咁即係Waymo 係有混合經營嘅模式啦，即係你可以又用 Uber 或者 Lyft 去即係 book 到呢一個即係 Uber 為主啦，應該話 Uber 或者係Waymo嘅 app 去自己 book 到呢啲咁樣嘅 Waymo 嘅的士，或者係有啲甚至乎係即係 Uber 去獨佔嘅，即係你淨係喺嗰個城市淨係可以用 Uber 先至去用到即係 Waymo 嘅嗰個 Robo Taxi，咁然後就即係兩面就再去拆帳啦。咁即係Waymo 而家嘅模式就係即係都典型 Google 做法，就係佢嗰個商業化嘅速度係比較慢嘅，同埋佢早期係中意多啲嘗試，就唔會好執着於就係成個 tech stack 都係自己去控制，即係由車去到嗰個配對網絡，去到各方面嘅嗰個 IP，即係講緊即係 Waymo 甚至乎有講過話，如果其他嘅車企係即係願意的話，佢可以將佢嗰個自動駕駛嘅算法都去好似 Mobileye 咁樣去，或者係即係國內可能似 Momenta 咁樣將個算法係即係 outsource 俾人。咁但係我諗 Tesla 就應該係比較一個封閉嘅一個即係 full stack 嘅形式，就應該所有嘢都會自己做為主咯。咁即係變相以後 Robotaxi 嘅量可能係即係 Cybercab 啊，或者係改裝嗰個 Model Y，可能係即係比起
正常嘅Waymo 係多出幾倍或者係十倍咁樣，咁但係都依然係淨係可以喺呢個 Tesla 嘅嗰個 app 度去 run 咯。咁同埋即係佢而家就係將原先嘅 Tesla app 即係開多個 section，就變成係佢嗰個即係訂車嘅嗰個網絡。咁就即係未來可能會係一個 standalone 嘅 app 咯。咁呢個就變相係直接同呢啲ride sharing 即係Uber、Lyft 啊，或者譬如未來如果佢去東南亞可能 Grab 啊，或者譬如香港或者係即係其他地方可能譬如同滴滴啊之類咁去直接競爭咯。咁但係即係當然呢個比較遠啦，海外嘅嗰個擴張，我諗佢目前都係喺美國為主啦。咁同埋即係嗰個 infotainment 嘅部分都幾絲滑咯。我覺得嗰個表現即係佢可以喺個 app 上面已經連通咗你嗰個 Tesla 嘅戶口，咁變相你可以將你嘅 Netflix 啊、Apple Music 啊、Spotify 啊，即係你想聽嘅歌啊、想睇嘅片啊，你預先就話俾部車，咁變相你一上車就已經可以去即係用到呢一啲嘅影音嘅嗰個體驗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嗰個即係 UI UX 嘅部分係做得幾流暢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佢總括嚟講係一個幾符合預期嘅一個即係試運行啦。同埋我諗佢未來擴張應該都係會比較即係一步一腳印，就唔會話好瘋狂野蠻生長，全國快速推開，就應該都係我預期都係會似 Waymo 咁嘅模式咯。咁同埋即係中國廠商，即係譬如 Pony 咁樣。咁我估佢會喺美國，即係佢已經喺美國會做，但係即係佢會唔會可以好似 Waymo 同 Tesla 咁樣啲純正美國公司有咁大規模，就即係有啲保留。OK。那麼今天呢，非常感謝我們的 Isaac 跟大家來看一下 Robotaxi 啊，絲滑的 Robotaxi 啊，其實很多人都對這個技術非常感興趣，投資領域也是。但是技術面如何，繼續會為大家邀請到我們的科網專家。Thank you Isaac 的這分享，我們下次再。